大家好，今日介紹24節氣中的小暑。根據通勝，夏至後第3個庚日就叫做初伏，也就是進入全年最熱的時段。小暑節氣前後，氣溫與悶熱感會越來越明顯，身體需要更懂得調養與避暑。中醫有冬病夏治的療法，選在全年氣溫最高的3伏天做天灸療程，以辛溫的中藥，再配上鮮榨薑汁調和成藥丸，貼敷在特定穴位上。這個方法常被用於增強體質、提升免疫力，也用來緩解一些長期慢性病患，像是哮喘或鼻敏感等，兼具治療與保健的功效。小暑期間進入雷暴與颱風季，容易大風暴雨，雖然偶有降溫，但整體仍常是悶熱難散，所以飲食宜清爽簡單，可選像綠豆粥、老黃瓜、赤小豆湯這類消暑散熱的食物。最後提提大家，伏天宜煩躁上火，保持清心，少勞少慌，順時養生，身體更能安穩度夏。今集盧主持分享到呢一度，鍾意我哋導遊心學嘅節目，結良緣立福點讚，訂閱我哋嘅頻道，下一條片再見，拜拜。